寫嘅歌嚟，大概係過咗身之後先推出，所以係音樂藝術，即係無論係在生在死，嗰個影響力都有好大。下首咩歌？咁快啊！哦，咩幾點啊？8點。哇 ，over 㗎咯喎！呢一首歌，其實呢一首歌係自己一首歌嚟嘅，係我同一個好好嘅朋友合作。咁作曲係何家豪，係我個好好嘅朋友，監製都係何家豪，作詞係林寶。咁點解一定想今晚玩呢一首歌咧？因為我呢位好好嘅兄弟，我哋係由夾 band 嘅年代啦，都一齊玩嘅。咁我就想同佢合作咗好耐，咁係即係以前喺舊公司就係咁喺老闆可唔可以同阿家豪合作？咁早幾年家豪發生咗一件好不幸嘅事，佢個女發燒過咗身，個女8歲。咁我就即係當刻收到呢個 message 都冇即刻去揾佢，咁我哋即係一班 band 界嘅兄弟就去支援。咁我早上年就終於去見佢，去揾佢。咁佢已經搬走咗啦，佢話我要離開我之前嗰屋企，因為每個角落都係即係諗起佢個女。佢好似上年有參加過中年好聲音。咁其實佢話佢參加唔係話想要乜嘢，佢係想完咗佢個女嘅一個夢。佢個女好靚，8歲，佢一齊同佢作曲啊，教佢彈吉他，佢教到佢個女係 perfect pitch。咁佢話佢個女想唱歌，想有個 show。咁我哋 anytime 啦，你出聲，我哋全部兄弟同你搞個 show，你咪可以完咗你個女呢個夢。咁佢搬咗去一個新嘅地方，比較遠嘅。佢想離開城市，咁俾我睇佢都係整咗一間房俾佢個女，佢又擺晒即係佢張床啊，佢公仔啊，咁我每一日都會即係花時間去坐喺度，但係佢好正面，即係俾佢感動到哇！如果咁樣發生咗喺我身上，我冇佢咁堅強。咁我問佢：喂，咁你仲有冇玩音樂啊？我冇呢個心情去玩音樂。咁自己喺個廳度彈下吉他啊，佢會教嘅。佢而家喺即係喺啲學校度教。咁我而家仲等緊佢一齊可以同佢玩。呢首歌叫做《絕地火星》。接受，這一生探索未夠，遊遍宇宙，太多都是遇上，如無名氏在發臭，等不到卻搶救，只得圓滿尋求，一雙鐵手的手，從今以後。信心不故障就夠，難
在原地共你去遷就同美，未夠了不起，不過未至生死，絕地毫無氧氣，但願仍能一起，所有名利沒法跨過百萬里，世上全部物力我都不記起，還要探測你，願望明日危機，發現你是某種傳奇，營救自己。燃了泄漏，對身邊看過沒有，仍要享受那該死的戰鬥，長途行程沒重量，用智慧未學透，稱不上旅遊仍要收，願陪流離沒世終日信任你，在原地共你去遷就同比，未夠自己記，願望明日晨起，發現你是我的傳奇，誰又怕死？多得有個人陪我走，星際奇遇沒有幾個會恨你，我用沿路共你那崎嶇危機，下世紀一起，說着尋夢年紀，發現不會破的武器，還有自己。今晚拍呢個 MV 嘅導演都係張建峰先生，好玩㗎，陪佢拍呢個 MV，我未試過即係可以同一個導演溝通咁耐嘅，一齊玩咁耐去拍一個 MV，所以超開心玩嗰個。